上集講完苦冚力，好多朋友都問我知要抽離啊，但實踐起嚟好難。如果你覺得做人好難，不如學下做貓。今日同大家讀貓是最好的人生教練。我發現貓先係真正嘅大師，佢哋永遠保持距離，永遠愛自己，永遠唔會為咗討好人而內耗。今日我哋一齊學下貓咪嘅生存哲學。你有冇試過每日朝早擘大眼嗰一刻就已經覺得好攰呢？返到公司，老闆一句說話，同事一個眼神，就令你成日囉囉攣啊！為咗迎合身邊嘅人，你可能習慣咗將好啊冇問題掛喺嘴邊，但其實心裏面係千百個唔願意。放工返到屋企，本來想休息下，但電話熒幕一着，你又反射動作咁去覆 WhatsApp、覆 email。你有冇覺得自己就好似一個不斷轉動嘅陀螺，為生活、為別人而轉，但就偏偏忘記咗點樣為自己而活？你有冇面對過呢種冇辦法呼吸、失去自我嘅困局啊？如果你都有呢種感覺，請你先放鬆一下。介紹一下，呢個係一個以廣東話推介好書嘅頻道，頻道名為點讀，而我係 Demi。我哋深信每本好書都蘊藏住改變生活嘅力量，希望可以為忙碌嘅你提煉出書中嘅精華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，絕對可以幫你解開頭先提到嘅生活枷鎖。呢本書嘅主角唔係咩偉大嘅哲學家，亦唔係咩成功嘅企業家，而係一隻貓。冇錯，就係平時攤喺屋企梳化，對你愛理不理嘅貓星人。今日要為大家詳細點讀嘅好書，叫《貓是最好的人生教練》，英文名係《How to Live Like Your Cat》。呢本書嘅作者係 Stephen Garnier，佢係法國一位著名作家。佢觀察咗自己嘅愛貓積兒足足15年，慢慢發現原來貓嘅生活態度充滿住大智慧。貓從來都唔會勉強自己，唔會因為要迎合人類而委屈自己，但同時又可以活得咁優雅、咁鬆容，甚至贏得人類心甘情願去服侍佢哋，成為一班貓奴。作者將 Ziggy 嘅生活哲學同日常細節寫成呢本書，希望透過貓嘅視覺，教我哋點樣喺呢個複雜嘅人類世界裏面，揾翻屬於自己嘅平靜同快樂。我哋而家就一齊深入去睇下書中嘅內容。首先，我哋嚟分析下書裏面第一個非常核心嘅章節同思想，學識好似貓一樣，以自我為中心。喺人類嘅世界，自我中心好似係一個帶有貶義嘅詞語。我哋從小就被教育要顧及他人感受，要合群，要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但結果係點呢？我哋往往因為太過在乎別人嘅目光，而失去咗自己嘅底線。你試諗下，一隻貓佢肚餓就會叫你，想人摸就會主動行埋嚟黐住你。但當佢想自己靜嘅時候，就算你攞住最好味嘅罐頭或者最貴嘅貓玩具，佢都可以完全無視你，轉身行開。貓非常清楚自己嘅界線喺邊度，佢哋絕對唔會為咗討好主人而做一啲自己唔想做嘅事。作者想帶出嘅信息係，我哋必須要重新建立自己嘅邊界感，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一步。如何實踐呢？喺職場上或者喺人際關係入面，面對不合理嘅要求，你要學識好似貓咁優雅地 say no，唔好覺得拒絕人就會得罪人。其實識得勇敢拒絕，先至會贏得別人真正嘅尊重。一個好實用嘅例子，下次當有同事將佢自己嘅工作推俾你，或者有人提出一個令你覺得好唔情願嘅要求嗰陣，試下停頓3秒，深呼吸，喺心入面話俾自己聽，我有權拒絕。你可以禮貌但堅定地回應，我而家手頭上嘅工作已經排滿，呢件事未必幫到你。記住，你嘅時間同精力都係極之寶貴嘅，你唔係為咗滿足所有人而生存，你首先要滿足嘅係你自己。第二個重點章節係貓對休息同慢活嘅極致追求。大家如果有養貓或者留意開貓，都會知道貓每日可以瞓10幾個鐘，而且佢哋瞓覺嘅時候係全身放鬆，完全投入。佢哋伸懶腰、打喊路，每一個動作都係咁享受。
相反，我哋人類呢，我哋好似對休息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罪疚感。就算放假喺屋企，個腦都仲係轉緊諗緊工作嘅嘢。就算坐低睇套戲，隻手都可能仲係掃緊手機、覆緊公事。我哋社會嘅文化導致大部分人都偏向相信忙碌就等於有價值，休息就等於懶惰。書裏面提到貓嘅哲學係，既然呢一刻冇嘢做，點解唔好好享受當下嘅寧靜？作者提醒我哋要學識無所事事嘅藝術。無所事事絕對唔係浪費生命，而係俾大腦同身心一個重新開機、自我修復嘅機會。喺實踐方面，你可以嘗試喺每日嘅生活裏面硬性規定抽15至30分鐘出嚟，乜都唔做，放低手機，閂埋電腦，遠離任何熒幕，淨係坐喺梳化度發下呆，或者沖一杯茶，慢慢品嘗，就好似一隻喺窗邊曬太陽嘅貓咁，感受嗰一刻陽光嘅溫度同平靜。你會驚訝地發現，經過呢種真正嘅冇罪疚感嘅休息之後，你嘅專注力同創造力反而會大幅提升，做起事上嚟會更加事半功倍。第三個重要嘅細節同分析係關於獨立同不強求。貓係一種非常獨立嘅動物，雖然佢哋喺生活上會依賴你提供食物同一個安全嘅住所，但佢哋嘅靈魂係絕對自由嘅。一隻貓唔會因為你今日少咗理佢而感到自卑，亦唔會因為你過度熱情而迷失自我。佢哋愛你，但唔會黐纏你。喺人際關係裏面，我哋好多時都缺乏咗呢種獨立性。我哋會因為伴侶冇即時覆 message 而胡思亂想，會因為朋友嘅一句無心之失而耿耿於懷。我哋將自己嘅情緒價值完全建立喺別人嘅反應同認同之上。作者教我哋要學做一隻喺感情同精神上獨立嘅貓。愛一個人或者重視一段關係，唔代表要將自己縮到最細，或者將對方視為世界嘅全部。你要有自己嘅生活圈子，有自己熱愛嘅興趣。當你能夠好似貓咁展現出一種我自己一個都可以過得好好、好充實嘅氣場，你反而會散發出一種獨特而強大嘅魅力。喺日常實踐上，當你發現自己又因為別人嘅舉動而情緒波動時，試下抽離一下，問下自己：如果我係一隻貓，我會點做？貓可能會去搞下貓爪板，或者你啲家私，或者去瞓個靚覺，根本唔會將呢啲無謂嘅小事放喺心上。學會不強求，學會放手，係保持內心強大嘅關鍵。繼續分析落去，我哋唔可以忽略貓嘅自信同氣場。作者 Stephen Garnier 用咗好多生動嘅篇幅去描寫貓行路嘅姿態。貓行路嘅時候，永遠都係抬起頭，挺起胸膛，每一步都好似行緊 catwalk 咁，充滿住無與倫比嘅自信。佢哋唔會因為自己身形比狗或者比人類細小而覺得自卑。喺佢哋眼中，自己就係世界嘅中心，係萬獸之王。大家有冇留意過，就算一隻貓唔小心喺台面跌咗落地，或者跳失手，佢都會扮到若無其事咁，優雅地伸個懶腰，舔下自己啲毛，然後慢慢行開，完全唔會覺得尷尬。呢種強大嘅自信同鬆容，正正係我哋現代人最缺乏嘅。我哋成日充滿自我懷疑，擔心自己做得唔夠好，擔心自己嘅外表唔夠出眾，擔心別人點睇自己。作者想帶出嘅信息係，真正嘅自信唔係源於你有幾咁完美，亦唔係源於你贏得幾多人嘅掌聲，而係源於你完全接受自己嘅本貌，包括你嘅缺點。要實踐呢一點，我哋可以由最基本嘅身體語言開始。下次你行路、返工或者開會嘅時候，試下好似貓咁挺直條腰，望住前方，唔好縮起膊頭。當你遇到挫折，或者喺人哋面前失手嘅時候，唔好過度自責或者覺得無地自容，學下貓嗰種跌低咗都依然優雅嘅態度，喺心裏面同自己講，冇咩大不了啫，拍拍身上嘅灰塵，繼續向前行。第五個值得探討嘅中心思想係貓嘅好奇心同適應力。大家都聽過好奇害死貓呢句俗語。但其實喺現實中，貓嘅好奇心係佢哋保持生命活力嘅泉源。對一隻貓嚟講，一個普通嘅紙箱，甚至係一隻飛過嘅烏蠅，都可以令佢哋玩大半日。
佢哋對身邊嘅事物充滿興趣，會去探索每一個角落，但同時又會保持高度嘅警覺性。更重要嘅係，貓嘅適應力極強，無論環境點變，佢哋都可以好快揾到一個令自己覺得最舒服、最有安全感嘅位置。喺瞬息萬變嘅現代社會，我哋好容易因為未知嘅改變而感到焦慮。面對新科技、新工作環境或者生活上嘅突變，我哋可能會抗拒、恐懼。但如果我哋可以學似貓咁，用一種純粹嘅好奇心去探索新事物，將每一個挑戰當成一個新嘅遊戲或者玩具，咁我哋嘅生活就會少好多壓力，多好多樂趣。同時，當環境改變時，唔好固執己見，要學識好似貓嘅身體咁柔軟、靈活變通、隨遇而安。唔好死守住過去嘅常態，而係去尋找新環境中令自己最舒服嘅生存方式。書中仲有一個非常重要嘅章節，就係貓唔會為過去後悔，亦唔會為未來焦慮。人類嘅大腦結構好複雜，呢種複雜性雖然令我哋成為萬物之靈，但亦帶嚟無盡嘅煩惱。我哋好中意後悔，經常諗，如果當初我咁做就好啦，如果我冇講錯嗰句說話就好啦。同時，我哋又會對未發生嘅事憂心忡忡，擔心聽日嘅 presentation，擔心下個月要交嗰條數。但貓嘅世界觀完全唔同，貓嘅世界裏面只有現在，佢哋唔會記仇，唔會因為琴日捉唔到隻老鼠而今日鬱鬱寡歡，亦唔會擔心聽日主人會唔會唔記得買貓糧。作者透過觀察佢嘅貓貓職兒，領悟到專注當下嘅強大力量。當一隻貓食緊飯嘅時候，佢就係專心享受食物嘅味道；當佢玩緊嘅時候，就全心全意投入遊戲。要將呢點應用喺我哋嘅生活。當你發現自己又陷入對過去嘅後悔，或者對未來嘅恐懼時，請你即刻將注意力拉返去你嘅呼吸，或者你身邊發生緊嘅事物，提醒自己過去嘅事已經無法改變，未來嘅事仲未發生。我唯一可以掌握、唯一有意義嘅就係呢一分呢一秒，專注做好眼前嘅工作，專注陪眼前嘅人食一餐飯。呢種活在當下嘅能力係治癒焦慮最好嘅良藥。我哋再深入探討多一個書中提到嘅實用細節，就係貓面對壓力同衝突嘅方法。當貓遇到威脅或者感到不安嘅時候，佢哋通常會選擇迴避或者冷靜觀察，而唔係即時作出激烈嘅反擊。佢哋會揾嗰個空間嘅最高處或者隱蔽嘅地方匿埋，直到覺得安全為止。另外，貓非常懂得享受沉默，佢哋唔需要靠不斷發出聲音嚟填補空間。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，當我哋遇到衝突或者聽到一啲挑釁、批評嘅說話時，我哋嘅第一反應通常係腎上腺素飆升，急住反擊或者辯解。但其實我哋可以學習貓嘅沉默力量。下次當你感到憤怒或者壓力倍增嘅時候，唔好急住回應，退後一步，保持沉默，冷靜觀察形勢。你會發現沉默有時比千言萬語更有力量。而且可以避免你因為衝動而做出令自己後悔嘅決定，同時容許自己喺生活入面有一個可以匿埋嘅安全空間，無論係實體嘅一間房，定係心靈上嘅避風港。當你覺得攰，覺得壓力太大，就縮入去休息下，唔好覺得逃避係可恥嘅。有時候退一步係為咗保護自己。睇完呢本咁有意思嘅書之後，我有啲諗法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喺呢個社會，無論係做創作、打工定係做生意，我哋經常都會有一種被掏空嘅感覺。為咗達到別人嘅期望，為咗照顧身邊嘅家人朋友，我哋好容易會將自己擺喺最後。但我而家明白到，真正嘅強大唔係你可以為別人承受幾多委屈，而係你有冇勇氣去守護自己嘅內心平靜。呢本書就好似一面溫柔嘅鏡咁，照出咗我哋人類種種嘅荒謬同無謂嘅執着。點解我哋要為咗一個唔識欣賞我哋嘅人而失眠呢？點解我哋要為咗社交媒體上面嘅幾個 like 同 dislike 而改變自己嘅生活方式呢？呢本書教識我要對自己好啲，
我而家會經常提醒自己，遇到一啲事困擾我嘅時候，喺心裏面召喚一隻貓出嚟，問下隻貓呢件事值唔值得我嬲？呢個人值唔值得我浪費精神？如果唔值得，就學似隻貓咁，優雅地轉身行開。我哋每個人都值得擁有好似貓一樣自由、鬆容而且充滿自信嘅人生。總括而言，Stephen Garnier 呢本《貓是最好的人生教練》，核心價值就係教導我哋自愛、獨立、鬆容同埋活在當下。書中嘅貓哲學提醒我哋，自私喺某程度上唔一定係壞事，有時候適度嘅自我中心係保護自己心理健康嘅必要防線。拒絕別人唔代表你唔友善，只係代表你更珍惜自己。放慢腳步，唔代表你懶惰，而係為咗走更長遠嘅路。保持好奇心，同時亦要識得保持冷靜。最重要嘅係，無論世界點變，都要好似貓咁，無懼別人嘅目光，優雅地做返最真實嘅自己。非常感謝大家嘅耐心聆聽，希望今日呢本《貓是最好的人生教練》可以為你忙碌同充滿壓力嘅生活帶嚟一點平靜，同一啲新嘅啟發。如果你覺得生活好攰，記住，你隨時都有權利去學做一隻貓，伸個懶腰，將煩惱暫時放低。期望大家繼續收聽我哋點讀頻道嘅其他影片，我哋為你準備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好書分享，希望可以一路陪伴大家成長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，分享俾你身邊嗰啲需要放鬆下、需要學下做貓嘅朋友，同埋留低你嘅 comment，同我哋交流下你嘅睇法。另外，如果你有咩書好想睇，但又真係太忙，抽唔到時間去睇，歡迎你 DM 或者 send email 話俾我哋知，交俾我哋幫你睇，為你提煉精華。你可以喺呢條影片下方或者頻道簡介度揾到我哋嘅 email address。喺影片完結之前，我想留一條問題俾大家反思下。聽完今日嘅分享，如果你今日可以容許自己展現出貓嘅其中一個特質，你會選擇喺邊一件事上面？做一隻唔理別人目光，完全做自己嘅貓呢？我係 Demi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